练衣啊，我们在去年3军9校入伍训练旅程里验证完这个验证的这个效果还不错。那我们是规划未来会纳到这个服装站里面让女性的同仁来自由选择。军衣品的研改成果说明，陆军司令部由陆勤部结合产官学界的专业研改，运用现代纺织的生产技术，先后针对官兵的运动服、军便服以及专用服装，进行了一共5类18项经理品的研发改良，让官兵能有更舒适的穿着。羊毛及聚酯纤维混纺，官兵反映舒适感及亲肤性较差。研改后采金属羊毛丝光处理，具色泽佳及触感柔顺等特性，耐磨、抗压度及透气效能较佳。新款的军面帽，袖线富有光泽，不易褪色。前帽墙采立体剪裁，大方美观。战车成员防偶服。属专用服装，多发战车成员每人2套，原材质为迷彩一般防偶棉。官兵反映闷热厚重。新款的数位迷彩战车成员防偶服材质为 Nomex 阻燃纤维，大幅提升防偶效能，并增加透气度。腰部魔鬼毡丝连的设计，方便人员穿脱。连身工作服也是专用服装。发放技工人员每人2套。新款的连身工作服采数位迷彩涂层，材质为尼龙及弹性纤维混纺机能性布料，具耐磨、抗污功能，且延展性佳，并采双向拉链，方便人员穿脱。